今日係寶庫一絕嘅阿詩啊，嚟更新一場比較新鮮嘅緋聞爆炸馬牌局。呢場嘅對家係直播緊嘅珍珍，上家係初次見面嘅三索，下家係我嘅鐵腳。呢場如果大家有睇直播或者回放嘅話，就會睇到我前半場幾乎都喺度罰錯，但係後半場我就開始爆泡啦。摸到一個上家嘅炸彈，叫正章嘅三筒啦。拆緊，好艱苦拆緊。做什麼？一筒未見過啊，都係唔衝啦。冇啊！1、2、3係咪？有得跟嘅，1、2、3、4。癲癲地咯喎！只可以講可咋？佢跟我，我出嚟㗎，唔錯。收手。跟佢兒童啦。球球接龍。唉，你們在做什麼？你在做什麼？是哪四個鬼不服牌呀？哎，大佬啦，快啲！啊！上家留翻隻三筒俾我啦，你碰隻鬼俾我咁客氣嘅，中6隻每位7分啊！第二鋪起手一隻一筒鬼，我上半場喺度打防守啊嘛，所以啲牌都推得唔好靠前，成場嘅素材睇落都好有壓迫感。呢度摸到一個6索嘅槓，好，我知點做啦。我同大家開始黐多隻牌就叫糊啦。你看，是吧？有冇咁碰得啊？我就係想摸隻牌就好。咁我都碰下啦。我覺得可以嘅。單調5筒同埋2、5索。嗱，擺白。真係好勁。我呢輪牌真係好勁，我自己都勁啲。單調冇乜 feel 啊。雖然冇 feel，但係3張番薯我係唔會打嘅。啱。OK， 5索搞掂，中4隻，每位5分。大家要碰筆。咩嚟㗎？如果6索得槓，我就可以當爆啦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嚟到第3鋪就係片頭嗰鋪啊！起手有隻夾死嘅3筒鬼。可以啊，冇睇到，我都睇唔到。西風怎麼說？西風 West。英語這麼好，怪不得。就桌面這些可以說出來。北風怎麼說？後面那個。係西風。攝隻8筒聯絡下就摸多隻鬼啦，衝過3張咯。不要困，不要困，該。不要困，不要。該，真生氣了。你們真的是。咁嚟牌打9索應該唔會蝕張。跟了9次，可不可以給我3分啊？可誰曾想呢？又摸到一個上家嘅炸彈，咁呢度就叫糊啦。5、8索同埋7筒。可誰曾想呢？台面未見過9筒啊，都叫糊啦，穩陣啲。這個呢？這個呢？仲未絕啊！上家乜咁錯檔啊？
哇，尾牌係隻鬼牌嚟㗎，咁就講爆大家啦。講爆係5+5㗎，所以除咗暗講呢6分之外，中咗2隻，每位再俾多我15分啦。嚟到第4鋪啊，feel到呢個運氣發聲咁嚟。呢手一隻紅中鬼。摸到個5索降，定眼先咯，黐多隻叫糊，嚟多隻鬼，9索打得好啊，直接摸卡窿，呢個自摸啦，但係遊一圈啦，因為個運啱上嚟啊嘛。依家等降爆或者摸對碰正張，嗱1圈就夠啦。中隻鬼馬，每位12分。點讚關注，馬上報府。